歡迎收睇3月8號週末新聞快訊。立即訂閱我哋，緊貼加拿大新聞時事。總理卡尼星期日宣布，3個國會選區補選將會喺4月13號舉行，包括多倫多大學玫瑰谷、士嘉堡西南同埋魁省 Terrebonne。自由黨目前喺眾議院擁有169席，距離172席嘅多數政府門檻只差3席。如果自由黨喺3場補選全部勝出，技術上可以組成多數政府。3個議席空缺分別源於前副總理方慧蘭辭去議席，並出任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嘅志願顧問。另外，資深自由黨議員前聯邦部長 Bill Blair 亦都獲委任為加拿大駐英國高級專員。喺士嘉堡西南選區，前安省新民主黨副黨魁 Dolly Begum 宣布轉投自由黨參選，引起新民主黨不滿。聯邦新民主黨臨時黨魁戴維斯批評做法削弱民主，亦都可能令公眾對政治更加反感。至於魁省 Terrebonne 選區，最高法院早前裁定2025年大選結果無效。當時自由黨候選人 Tatiana Auguste 喺司法重新點票之後，雖然以1票之差勝出，但係有選民指郵寄選票因為回郵信封嘅郵遞區號出錯而被退回，法院最終裁定要重新舉行選舉。不過現任議長係自由黨議員，議長只有喺票數相等時先至會投票，因此喺好多情況下仍然需要至少一位在野黨議員嘅合作。加拿大選舉局表示，選民可以喺4月3日至6日進行提前投票。加拿大邊境服務局表示，受到中東局勢持續動盪影響，當局宣布暫緩部分地區嘅遣返程序。當局指出，由於以色列同黎巴嫩目前嘅衝突變幻莫測，對平民構成廣泛風險，因此決定啟動行政延期遣返機制，暫停執行相關遣返令。根據聯邦移民規例，當某個地區因為暴力衝突或者自然災害對平民造成風險嘅時候，政府可以實施呢項措施。政府表示，呢項安排唔適用於涉及刑事罪行、嚴重犯罪、有組織犯罪、威脅國家安全或者侵犯人權嘅人士。邊境局指出，舊年合共有超過22,500名不獲准入境人士被遣返，目前平均每星期遣返大約400人。當局表示，一旦以色列同黎巴嫩局勢穩定，就會恢復相關遣返程序。福特汽車公司宣布召回超過64萬部汽車，涉及拖車系統、軟件故障以及懸掛組件問題。加拿大交通部表示，受影響車輛大約有627000部，年份由2022年至2026年，涉及多款農夫車以及運動型多用途車，包括 F150、Ranger、Maverick、Expedition、Transit 以及部分 Lincoln Navigator 等型號。由於軟件出現問題，車輛喺拖車期間，拖車燈號同剎車系統可能會失靈，增加碰撞風險。福特將會提供無線更新，車主亦可以預約到代理商處理。另外，福特亦召回超過2萬部2017年至2019年份嘅 Explorer 以及警察專用車。呢啲車輛嘅後懸掛組件可能會因為卡住，導致行駛期間斷裂，增加失控同碰撞風險。福特將會以郵寄方式通知受影響車主，並安排回廠更換相關零件。多倫多一個星期之內，先後有3間猶太教堂遭到槍擊，令當地社區感到不安。多倫多同約克區警方表示，已經加強巡邏猶太社區、學校以及宗教場所，並加強監察。最近2宗襲擊喺星期5深夜至星期6凌晨發生，涉及康山嘅 Beth Avraham Yosef 猶太教堂以及北約克嘅 Shari Shomayim 教堂。警方表示，喺康山嘅案件中，有一架深色私家車駛到教堂門前，多名疑犯向建築正門連開多槍。當時建築內有2個人，但冇人受傷。北約克嘅 Shari Shomayim 教堂門口亦都發現多個彈孔，同樣冇人受傷。警方正調查2宗案件係咪有關聯。另外，北約克 Temple Emmanuel 教堂亦都喺星期1遭人開槍擊，建築物損毀，但冇人受傷。
多倫多警方副處長 Frank Bardo 表示，國際地緣政治事件往往會影響本地局勢，警方會持續喺猶太社區同埋宗教場所加強警力。總理卡尼譴責事件係反猶太主義刑事襲擊。佢表示，聯邦政府會動用一切手段打擊仇恨暴力，保障宗教場所安全。安省省長杜格福特亦都表示對事件感到極度厭惡。猶太社區組織呼籲各級政府採取更具體行動，加強保護受威脅嘅社區。咸美頓警方表示，星期六接獲報案，指安大略湖西邊7號碼頭附近有人跌入冰水。當時有2名人士走上冰面，期間冰層開始斷裂，其中一人嘗試跳開嘅時候，2個人同時跌入水中。另外4名同伴見狀亦跳入水中嘗試救人，導致6個人一度被困喺冰水之中。警員到場之後，將所有人救返岸邊。警方表示，有目擊者指事發之前曾經有人提醒2人離開冰面。由於近期氣溫反覆，冰面看似堅固，但實際上可能迅速變得薄弱同不穩定。當局呼籲市民遠離結冰水域。卑詩省北部週末受到強風吹襲，星期六晚一度有大約14000戶停電。卑詩水電局表示，強風吹倒樹木並損毀電線，多個社區受影響，包括 Terrace、Kitimat、Prince Rupert、Burns Lake、Hazelton、Smithers 以及 Stewart。加拿大環境部早前向卑詩多個地區發出強風同埋降雨警告，範圍包括 Prince George 一帶以及 Peace River 南北地區。當局表示，部分地區陣風時速接近90公里，稍後可能增強至100公里。交通部門亦都提醒司機留意路面上倒塌嘅樹木及雜物。氣象部門預測，風勢會喺星期日朝早起逐步減弱，但係下週末仍然有機會出現大氣河流，實際情況要視乎風暴登陸位置而定。喺多倫多星報一篇評論文章指出，全球能源市場其實受到少數地理樽頸影響，其中冇任何一個比霍爾木茲海峽更具影響力。全球約1/5嘅石油消耗以及超過1/4嘅液化天然氣貿易，都需要經過呢條位於伊朗同亞曼之間嘅狹窄水道。一旦郵輪喺該區減速改道甚至停航，衝擊好快就會反映喺全球能源價格上。雖然加拿大距離呢條航道幾千公里，但地理位置並唔能夠避免全球能源市場嘅連鎖反應。只要航運受阻，價格往往會喺實際供應短缺出現之前就已經上升。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就係一個例子。市場當時預期俄羅斯每日700萬至800萬桶石油出口可能中斷，油價喺數星期內上升超過30%。亞洲液化天然氣價格更加喺數月內接近翻倍。加拿大多個城市嘅汽油價格到同年6月亦都升至每公升2蚊以上。如果霍爾木茲海峽出現供應中斷，衝擊可能更為突然。由於呢個係一個實體樽頸，一旦航道受阻，替代路線非常有限，保險同運輸成本上升，亦都會推高原油同天然氣期貨價格。對加拿大嚟講，影響同時帶嚟利與弊。油價上升可增加亞省等產油區收入，但本國家庭同企業仍需按全球價格購買汽油同精煉燃料，因此油價上升亦都會推高生活成本。喺生產方面，價格飆升對產油區嚟講係一筆意外之財。布蘭特原油或西德州中質原油由上個星期每桶66美元上升至約72美元。全球約20%石油需經霍爾木茲海峽運輸。分析指出，等全球基準油價嘅上升，通常亦都會帶動加拿大西部精選原油價格向上。2022年，高企嘅油價從根本上改善咗亞省嘅資產負債表，並增加咗聯邦企業稅收。由霍爾木茲海峽引發嘅價格飆升，可能會出現類似嘅財政增長，暫時掩蓋咗加拿大經濟中更深層次嘅結構性問題。然而，高油價亦俾本國國民同企業帶嚟咗成本。儘管加拿大係原油淨出口國，但係精煉石油產品卻係按全球價格支付。
如果布蘭特原油每桶增加10至20蚊，加拿大嘅油站價格可能會喺數日內跟隨，而非數個星期。天然氣嘅情況亦都類似，加拿大主要依靠北美生產嘅住宅供暖，因此好大程度上免受中東天然氣供應直接中斷嘅影響。儘管如此，液化天然氣市場已經變得日益全球化。由於全球約20%嘅液化天然氣經過霍爾木茲海峽，包括卡塔爾嘅大部分出口，一旦供應中斷，將導致歐洲同亞洲買家恐慌性咁尋找替代方案。隨住加拿大自身嘅液化天然氣出口能力投產，我哋嘅國內價格將越嚟越多咁被推向呢啲全球高位。2022年嘅經驗證明，即使國內供應充足，機會成本定價仍可以使數月內嘅供暖費維持喺高水平。運輸業擴大咗經濟影響，加拿大嘅貨運系統包括貨車、鐵路、海運同航空，都高度依賴石油燃料。更高嘅柴油價格增加咗全國貨物運輸成本，影響從超市雜貨到建築材料以至公共交通嘅成本。因此，霍爾木茲海峽若果長期中斷，將增加整個經濟體系嘅運輸成本。不過，加拿大亦都具備喺能源市場中發揮穩定作用嘅條件，包括政治穩定、大量能源儲量以及逐步發展嘅液化天然氣出口能力。隨住時間推移，額外嘅輸油管同港口基建可以提高加拿大原油嘅價格，並增強國內能源系統嘅韌性。霍爾木茲海峽距離加拿大數千公里，但係兩者嘅聯繫卻係直接㗎。嗰條狹窄水道嘅供應中斷，將影響亞省嘅收入、安省嘅供暖費以及全國嘅汽油價格。加拿大作為能源出口國，雖然獲益，但係本國消費者仍然暴露喺全球價格波動嘅風險中。喺全球能源流動依賴少數關鍵航道嘅情況下，多元化市場、可靠基建以及審慎嘅財政政策，將係加拿大抵禦外部能源衝擊嘅重要保障。歡迎大家喺留言區講下你對今日新聞嘅睇法，仲有記得俾 like 同埋分享俾朋友啊！